5度到完全4度的声音的范围。那这个范围里面呢，在音节跟音节之间，它会有音程的关系。音程知道音跟音的距离，好，这是专门术语音程。那每3个音，每一首歌的每3个音会有个规律，就是这8种的音程的规律。那跟我们的语言有关。那现在把这个声音的音程的规律套在海洋吼海洋的时候，更清楚的是它是有空间的天地人的一个说明。对，这个声音我今天不谈了，因为这个声音再加上歌词要讲3天3夜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3声音有8种3声音，它这个3声音是可以变成哈嘿哈嘿的一个逗点，就是乐句。等于是在说话，所以你从头听哈嘿哈嘿，可是他是在说话，所以他是用3个音的 range 说话的 range 来标示每3个音在天地人灵跟你互动的关系。不晓得大家听懂吗？好，好，这是4个，好，这是3个，所以我们每3个音的范围不会超过完全5度，就是因为跟我们语言有关。我们的语言的 range 就是完全5度跟完全4度的声音的范围，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。好，来下一个。好，有一句话老人常讲的嘛，啦啦浪不格罗多拉丢，翻译一下来，塞巴郎的代表，考母语。对，那个，帮他讲一下。不是，我还没有讲啦啦鲁巴，就是我们的路还没讲。马拉拉烂古格肉萨多拉丢，歌舞怎么样？形塑成路。对，当酒是我们的路。拉兰达古巴，这是老人家的经典名言。有灵魂的人都知道酒是何其的美好。不要叫原住民不喝酒后，你们一定要喝。问题是你懂不懂喝？怎么喝？那个才是我们的以酒加文化，不是酗酒文化。好，歌舞可以形塑成路，看哦哈。这首歌大家会唱吗？这是童谣，有小朋友，唱一下，拉比，来，哆嗦拉嗦哆嗦拉嗦咪嗦嗦嗦拉嗦嗦拉嗦咪嗦咪哆瑞哆咪瑞咪哆哆哆。好，讲话的话是什么？伊那啊，阿妈啊，达拉嘎古伊那，伊蒂拉伊阿咪塞，有注意要注意，好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伊那啊，好，就是一句话，伊那啊。这个用说的叫伊那奥，他又唱的伊那奥，阿妈奥、阿妈奥，达兰嘎古伊那，达兰嘎古伊那，伊迪拉伊阿米塞，迪拉伊阿米塞，阿米塞都主要注意，好，是从说话里面去编的，所以以后编曲不要乱编了哈，大家要会母语啊，好，母语不会，你编的味道就偏离这个路，偏离这个路。好，这首歌这个我发明的歌词哈，3声音的论述。哆嗦拉嗦，哆嗦拉嗦是这个区块哈，然后咪嗦嗦嗦拉嗦嗦是这个区块，拉嗦咪嗦咪哆瑞咪哆瑞哆咪瑞咪哆哆哆，所以这首歌是这个3声音加这个3声音加这个3声音，好，所以一看有路段的概念吧，这图示3声音其实唱出来就会有每一首歌不同的这样的路段，所以老人家说的对吧？歌舞形塑成路，歌真的是一个路的概念。我是把它画出来，要不然用讲的讲不清楚。所有丰年祭歌都可以画成不同的路的3声音，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。既然是成为路，顾名思义就是从这里到那里，对吧？那如果我是个有灵魂的人，我在唱，我一定是唱了以后，那个唱出来的路就是对一个对象或者一群对象，所以丰年祭歌唱的时候为什么要3天3夜？因为它的对象很多很多，四面八方10个方位都有，所以要唱3天3夜都唱不完。有逆时针，有顺时针，都在唱哈嘿哈嘿哈嘿，就是路段无形的路很多，然后已经到虚拟空间很远的地方，所以都用哈嘿哈嘿来做这样路的一个无形的路的概念。讲到这里听得懂哈？歌舞形塑成路，歌是路哈，所以是这个路的概念就是灵跟灵之间的关系。如果你很爱一个人，唱歌给他听，你就是用你的灵魂过去
唱过去到他的灵魂。如果我在丰年祭，我用我的集体性的个人的灵带，加上集体的灵队主灵，对，撒拉棒群灵，对，马拉道群灵，男性为主的群灵。所以这个歌呢，绝对不是像人间这样子，只是一个声音，耳朵的声音。它不是从我们的身体观的话，它就是从心区唱到嘴巴，然后上去，然后心区往地踏，就是下去。所以你一边唱歌一边跳舞的时候，我反对用录音带哈，你一定要自己唱、自己跳，才会有天地人在说那个路是怎么一回事。对，这样讲有清楚吗？好，大家都是资优生。好，好，这三声音呢有4种连。